高级必夺，英勇无比，极具权威。如我汝人王时，统治世主的金龙王，并主宰33天，与第10天王同坐一座，处于同等地位，能战胜阿须罗，但最终也是堕落于地上，于一切欲望未满足中死去。这个就是一个国王的故事，他就是在当初呢，就是在人间成为了一个转轮王。转轮王是什么？可以统治很多国家的一个国王，就是叫转轮王。那么这个就是在过去的印度的一个国王的一个名词。那么像比如说地方性的一个国王，或者是可以他统治很多地方、很多国家的一个这样的大的国家的那个大的国王，那种很有那种威力的那种国王才是叫转轮王。一个这样的国王，他本身就是很有福报的，然后他就是不光是在统治了在人类的很多的国王以外，他就是在去了这个33天3天，然后他跟那个天王都是坐在一个坐垫上面的，就变成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天王就是又变成2个天王，就是一个是人，一个是天，都有那么大的福报的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人间是真正的有产生过的。但是因为人就是人，还是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又嫉妒产生了一个嫉妒心。他的威力来说的，就是他跟那个天人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他呢就是弓箭，他就是主要是他出兵了，然后阿修罗的人都不敢跟他那个战争，就自然就是退兵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威力。相当也是那个时期就是比天人比天王更有威力的，然后就是坐在那个33天的天王跟他们那个坐在一个殿上面。同时他就想起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实际上来说到就天王也不怎么样，相当就是如果我的话，我的威力就把阿修罗的那个军队也退了，所以就我应该做的比他更高才是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嫉妒心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执着，所以因为这样，他过去的所有福报都消失了，直接从天上摔下来，摔到他过去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国王的这个他过去的这个怎么说呢？国家的这个王宫前面，落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快死了，那么就死了从天上摔下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死了，死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历史他并没有满意。那相当就是人间来说现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这个领导，相当就是一个总统，在现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上的一种做法都是差不多都一样的，相当就是在任何一个总统都是好像就是8年或者什么时间，他就是一个人气，到了任期他必须得要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他有没有非常满意？但并没有那么这个来说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曾经也是当过总统，但也是并不满意。当总统下来以后，也是他常常都是出来讲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自己当总统的时候，就好像不怎么厉害的人也是，又后来就是说这样说那样，就这样人的这个贪心跟人的这种怎么说呢？执着心就是这么的严重。所以我们这里提到这些来说的话，就我们怎么去使用，要知道从时间法方面得到自己满意的一天是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能是放下才是最大的满意，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长期就不能忘记放下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国王、教主，甚至身边的眷属、地方的官员等的所有就有权势地位的人，也无疑是恒常不变的。可以见到去年给他人判刑的官员
官员，今年却成了阶下囚席。无有很长的地位，有何用呢？所以我们应当诚心修持，能获得无有衰败、人天应供、圆满正等结果位之正法。所以我们这种事情呢，经常会干到的，所以我们就这些执着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又就想，哎呀，那些大的国王也好，这些过去的这些历史是历史，那我们是一个小任务，这两个没有办法比对，这样想到那是不对的。我们更加的可以看，应该是更依靠的，更能够可以就是值得怎么说呢？产生执着，产生兴盛的，产生那种产生一些怎么说呢？那个值得觉得珍贵的那些东西，都是这么的无常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些就像一个就跟这些大人物跟我们比较起来的话，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人跟蚂蚁一样的比较，所以我们更加的无常，会这样去想。我们执着有什么用呢？就这样想，我们更加的不能执着，我们应该要更加的认得出自己。但是我们从这些大人物跟我们比较起来的话，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有18圆满的一个下满人生，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最殊胜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相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相同，我们跟莲花生大师，我们跟观世音菩萨相同。那些世间人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那么这些世间人是没有那么圆满，所以就是他算是一个总统也好，国王也好，那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比较。从这个解脱方面看，从这个修善方面来说的话，从实践方面看，短暂的福报上面，那当然是他们是比我们更厉害，可以这么想，但也是无常，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要得到的国位，就是要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能够可以利这么多的众生的一个这样的国位。所以我们自己来说的话，也是永恒的可以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能解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更加的要珍惜这一次的这个人生，珍惜这一次的这个人生的实践来修持佛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其缘也是同样无常的。从前各大人的尊者去化缘时，看到一位施主怀抱着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鱼肉，并且有10头正在啃食骨头的母狗。尊者以神通观察，发现那条油是施主父亲的转世，那条母骨是他母亲的转世，前世杀害自己的仇人转世为他的儿子来偿还数载。观察后，尊者做了这样的记述：苦食妇孺打其母，怀抱杀己之怨处，妻得啃食丈夫骨，轮回之法诚稀有。那么这个故事也蛮有趣的嘛，对不对？听得懂吗？这个故事不需要特别解释嘛，对不对？对，大家都知道嘛可见此生许多人虽然是自己的主要仇人，但后来也会变成朋友，互相交亲，关系亲密。虽然是父母兄弟，也许去为了微薄的财产受用而心生嗔恨，以致互相残害。虽然是家人或亲戚，但也有因暂时的所失之故成为仇敌，甚至互相残杀。所以一切亲缘都是无常的，应当反复思维，以大慈大悲心爱护所有的人。好，那就今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就这里。我们接下来呢，就是
下礼拜六的时候就接着讲啊。资本责任这抗争。